今日錄呢個視頻呢，就俾大家睇下一隻天然嘅紅寶石手鐲。點解要敲下隻手鐲呢？呢個係60、70年代香港嘅買玉器嘅人最常做嘅動作嚟。因為當時呢就好多嗰啲叫做豆青、豆種嘅玉石，豆種嘅玉石呢冇咁容易睇到佢有裂紋，所以呢我哋就要吊起佢嚟敲下。如果有裂紋嘅話呢，佢唔會響嘅，會咔咔聲。冇裂紋嘅鐲先至會有咁嘅響嘅聲。咁至到80年代初開始有 B 貨嘅時候，入膠嘅時候呢，做磚頭嘅都可以敲響。咁呢個證書呢，喺2006年，我第一次做到呢隻紅寶石嘅手鐲嘅時候，當時要求冇用你嘅專家得鑑定係乜嘢，我要用機器鑑定，所以佢提議我呢，就用 X 光機鑑定。所以呢隻鐲喺20年前已經出現咗，不過我就收埋咗。直接知道14年呢間公司喺香港出現啦，我認識嘅可能仲早都唔定，但係我當時我做鐲嗰陣時就冇。就有呢間公司出現，咁我曾攞佢嚟做返一個簡單嘅證明咧。因為太多人唔會相信1萬卡冇裂嘅紅寶石存在，我相信好多人都唔會信，講俾人聽，人哋都會笑你嘅。係事實就係咁咯。最後我另外做咗一隻比較大啲嘅，亦呢一隻好笑話嘅。當時咧，我希望佢做一個來源檢定咯，但係佢同我講唔可以啊。
咁今日嘅視頻咧，俾好多人都想睇下，其實你諗嘅嘢未必唔係嘅。如果有機會喺雜架攤買到嘅話，可能你哋好好彩。